如何使用 POS 會員管理功能？使用會員功能前，需要先啟用會員功能。打開 POS， 點擊左上角3條橫線，點擊設置，點擊功能，啟用會員系統同會員註冊，點擊訪客，點擊客戶列表右上角嘅加號，輸入註冊信息，點擊會員註冊即可。顯示註冊成功嘅字樣，即代表註冊完成。重新打開客戶列表，喺搜索欄中輸入會員信息，可以揾到新註冊嘅會員。點擊右邊嘅使用，即可使用該會員身份進行購物。點擊會員名稱，可以進入會員詳情頁。點擊下方嘅優惠券，可以選擇使用該會員擁有嘅優惠券。點擊兌換，可以使用該會員嘅積分兌換 Cash Dollar。其他會員福利如何設置及使用？請參閱會員模塊下嘅 Playbook